最近有粉絲發咗一個婚內強姦史上最強版本俾我哋一齊嚟還原下情景，開下腦洞。話說坤哥愛上咗有夫之婦阿珍，當阿珍叫阿坤哥匿入衣櫃先嗰一刻，坤哥就知道一個比佢更有資格愛阿珍嘅人翻咗嚟啦。大郎阿落班返嚟，想同老婆阿珍挖下隧道。佢問阿珍：我俾碌蕉你冚，你會否幫我冚？阿珍話唔得，因為阿珍有性自主權，哪怕婚內都係受法律保護㗎。老婆話唔得，係對你嘅否定。老婆話唔得啦，係對你嘅肯定。俾阿珍拒絕之後，大郎心情鬱悶，出去遛狗。返嚟之後，發覺阿珍趁佢落樓嗰3分鐘空檔，同奸夫坤哥發生咗3次愛情。阿珍自願俾阿坤哥通佢，婚內出軌一啲都唔違法啦。大郎好憤怒，逼問奸夫喺邊度。畢竟大郎2年都冇掂過阿珍，今晚終於掂咗，有咗肢體接觸，即係升咗佢一巴。呢個時候，大郎構成家暴。大郎覺得阿珍同自己就唔得，同奸夫就唔得啦。佢心理唔平衡，於是想霸王軟上弓，明顯就係一個婚內強姦嘅行為。與此同時，大郎將衣櫃裡面嘅坤哥拉咗出嚟，坤哥就明白到愛一個人係藏唔住㗎。大郎質問坤哥點解會喺衣櫃裡面，坤哥就明白到愛一個人係解釋唔清楚㗎。當大郎向坤哥揮拳嘅時候，坤哥就明白到愛一個人遲早都會受傷㗎。所以坤哥把心一橫，先下手為強。坤哥睇唔慣大郎蹂躪佢最愛嘅阿珍，於是同阿大郎打成一片。雙方嘅招式發揮出強而有力嘅微弱作用，並且令對方造成咗嚴重嘅皮外傷。坤哥阻止大郎婚內強姦嘅行為，明顯屬於見義勇為啦。甚至最後借助台角呢啲暗器，將阿大郎打死咗，可以認定為正當防衛。對於強姦呢一種暴力性犯罪，仲可以無限防衛添。假如坤哥被追究刑事責任，阿珍作為被害者家屬出具諒解書，並且作為第一順位繼承人，繼承阿大郎嘅遺產，同阿坤哥正大光明咁結婚，理論上一啲問題都冇。當年武松根本係唔構成謀殺㗎，當年好市民獎應該發俾武松。《水滸傳》本來就係一本普法欄目劇，代入大郎嘅角色，這陷阱，這陷阱，這陷阱，騙我遇上。我粗淺咁樣分析一下，婚內出軌唔犯罪唔違法，頂多算過錯。大郎婚內強姦就唔同啦，領取爆破施工許可證唔等於從此隨心所欲隨時隨地合法施工㗎。女性嘅性自主權唔會因為領取結婚證而天然失去。強姦罪保護嘅法益係性自主權，唔係婚姻秩序啊。而奸夫出手制止正在實施嘅不法侵害行為，亦都一啲毛病都冇。如果一定要講呢個版本有咩問題呢？可能就係司法實踐之中認定婚內強姦嘅概率比較低。咁不妨換個版本，大郎見到阿珍衣衫不整、面色潮紅之後，並未實施老強行為，而係去廚房立咗把菜刀想劈死阿珍泄憤。呢個時候，坤哥跳出嚟搏鬥保護阿珍嘅行為，一樣都係見義勇為、正當防衛。畢竟羅生門嘅現場就3條友已經死咁見啦。歷史係在世嘅人書寫㗎。關注我，愛江律師，你會幸福㗎。